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 Mia。講完坦洲，我哋再講下三鄉。咁三鄉最出名嘅莫過於係三鄉嘅溫泉啦，以及香港朋友最熟悉嘅一個雅居樂呢一個品牌嘅發展商啦。當年早期嘅第一批翻嚟中山置業嘅香港人啊，我諗大多數都係會揀三鄉嘅雅居樂啊。三鄉同埋坦洲其實就係隔離嘅啫，距離珠海、香洲大概都係20分鐘嘅車程，距離港珠澳大橋30分鐘就可以到啦。雖然通勤時間稍微遠咗些少啊，但係三鄉有兩個最大嘅一個優勢喺度㗎。咁首先咧就係佢嘅價錢夠晒低啊，生態環境咧亦都係比較好嘅。咁2026年三鄉嘅樓價僅只係坦洲嘅一半啦，均價5000幾到9000幾都有㗎啦。而且三鄉靠住五桂山，生態環境比較好啦，居住嘅舒適度比較高。如果係喺通勤方面你能夠接受到，都要係揸車嘅，咁呢度嘅低預算係你嘅不二之選啦。咁三鄉2026年嘅核心特點咧，就無非就係性價比高啦，加埋佢係現樓啦，同埋現樓多嘅。因為三鄉嘅樓咧喺2025年之後，幾乎就係俾國企啦同埋啲大品牌嘅發展商壟斷晒㗎啦。咁而一些小嘅發展商幾乎係冇市場㗎啦，所以大家要揀國企啦，因為風險低啊，而且大部分都係現樓啦，所以我哋係即買即入住嘅。對於驚爛尾嘅朋友嚟講，我認為呢度係非常之好嘅。另外，三鄉亦都係港人客戶嘅一個主要落腳點啊，加上低預算嘅業主啊，所以社區配套亦都係比較齊全安靜嘅，配套亦都係以生活實用為主啊。因為三鄉目前主打就得兩個熱門嘅樓盤，第一個咧就係街知巷聞嘅華發觀山水啦。三鄉嘅1000畝大盤啦，華發國企開發嘅，亮點就係一個字平啊！咁全部都係現樓銷售啦，毛坯6000幾到7500都有噶啦。精裝修咧就係7000到8000蚊一個方嘅，特價單位5000幾啊就可以起步啦。咁呢個價錢絕對係三鄉嘅性價比之王啊！樓盤咧係背靠住五桂山嘅，內有天然湖泊啦，生態嘅環境唔錯啦，1.4嘅容積率啊，低密度社區，居住舒適度非常之高啊！咁加上咧，亦都係華發嘅物業啦，服務咧亦都係有保障嘅，社區配套比較齊全嘅，有商業街啦、泳池啦同埋健身房啦，亦都係有直通巴士翻到香港嘅。咁呢啲全部都係有嘅。咁佢嘅缺點就係離珠海主城區稍微遠咗啲啦，通勤時間起碼要20分鐘以上啊，公共嘅交通都唔算特別方便嘅，適合一啲有車一族嘅朋友啊。咁周邊缺乏高端嘅商業配套啦，只能夠依賴樓盤自身社區嘅一個自身配套啊，適合一啲港澳養老度假啦、低預算嘅剛需同埋中意生態環境嘅朋友啊。咁第二個嘅話咧就係駿景峰啦，咁呢個樓盤亦都係三鄉低密度嘅一個景觀樓盤嚟嘅，咁佢嘅優點咧就係容積率比較低，1.5左右啊，咁精裝現樓啦，9500到11000幾一個方嘅，咁亦都係南向高爾夫球場景觀啦，同埋湖景、山景、別墅景，有幾重景觀嘅，視野開揚，非常之靚啦。低密度嘅社區居住環境亦都係比較之高嘅，零交付嘅風險啊，臨近105國道啦，交通方便啊，去到坦洲、珠海都係比較快嘅，咁整體嚟講都算方便，但係缺點都好明顯。呢一個樓盤嘅周邊嘅一個城市界面係好一般嘅，因為佢係臨近國道啦，多多少少有車流一個噪音啦。咁呢個樓盤嘅缺乏自身嘅商業，而且現樓定低嘅貨量都係尾貨，所以我哋選擇嘅空間比較少，適合一啲港人改善啦同埋度假嘅朋友，而且係中意景觀嘅朋友。咁第三個嘅話咧就係海柏悅峰同埋海柏風景啊，咁呢啲盤仔，咁呢啲細樓盤我就唔建議考慮啦。我個人認為連睇都唔需要睇啦。細型嘅發展商、細型嘅樓盤可以俾到乜嘢你呢？咁所以呢啲盤一年都出唔到幾次貨，所以我都唔係好建議大家去睇噶啦。好啦，咁我哋同大家講講三鄉呢個地方呢個片區需要注意啲乜嘢呢？咁大家一定唔好大意啊，因為三鄉嘅雨季咧係有機會發生水浸嘅，睇樓一定要問清楚樓盤嘅一個地勢啦。盡量去避免低洼嘅一個地區啊，譬如話好似三鄉嘅順昌一帶嘅呢啲地方啦，但凡水浸嘅時候咧，咁呢啲地方就係必浸噶啦。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開呢啲區域啊。除咗以上我所講嘅嗰兩個樓盤啦，華發觀山水同埋駿景峰咧，咁呢兩個樓盤係冇水浸嘅風險嘅，因為佢哋係屬於地勢比較高嘅一啲地方，特別係華發觀山水，佢嘅地勢咧係比較高嘅，所以唔會出現水浸一個風險嘅。咁第二個嘅話咧，就係三鄉嘅一個二手市場啦，普遍嘅一個流動性係真係比較一般嘅啫。因為以往大量嘅一個供應啦，導致競爭亦都係比較之大嘅。如果你係諗住投資嘅話咧，諗都唔需要諗啦，因為三鄉佢只係適合自己住啦，或者係養老嘅啫。好啦，咁呢兩個地方嘅話咧，都係各自有各自嘅一個優點啦，同埋一個缺點嘅。咁我哋都分析完啦。我相信咧，大家聽到呢一度，你心入邊已經係有一個初步一個判斷啦。咁最後Mia再幫你整理一下資料。坦洲同埋三鄉，咁佢到底咧係點樣揀呢？其實關鍵就係睇你自己一個核心需求啦。如果你嘅生活工作喺珠海同埋澳門嘅，咁通勤便利係你嘅第一考慮。咁呢個預算咧又係中等，能夠接受到1萬以上嘅單價。你係喜歡成熟嘅一個商業配套啦，喜歡熱鬧嘅。咁希望鄰居入邊係好多係港澳嘅同胞，生活方便嘅。咁坦洲就係你嘅主戰場啦。如果你嘅主要目的咧係為咗養老同埋度假，或者係星期六、星期日間中過嚟住嘅話啦，唔需要每日通勤嘅，咁呢個預算相對係有限啦。想用更少嘅錢去買到更加之大嘅一個空間，更加要好嘅一個環境嘅話，你哋喜歡安靜，中意山山水水啊，追求居住嘅舒適同埋放鬆嘅，咁三鄉就會俾到驚喜你啦。咁最後嘅話咧，同大家講幾句心裏説話啦，都係想同大家講下嘅，因為買樓係我哋人生大事，可能係我哋普通人一生中最大嘅一筆消費，佢唔單單係一個投資，而係你未來幾年甚至係幾十年生活嘅一個地方啊！所以無論 Mia 喺影片中講得幾咁詳細，分析得幾咁透徹，都不如你親自過嚟睇一次，揾個空閒嘅一個時間啦，揸車過嚟到坦洲嘅街上親自行一行啦，感受一下早晚高峰嘅一個交通，或者到三鄉嘅山入邊去行一行，呼吸下一個新鮮嘅空氣，入到你感興趣嘅一個樓盤啦，睇睇戶型嘅格局啦，摸摸牆壁嘅一個質感，聽聽周邊嘅聲音，你嘅感受先至係最真實嘅。咁記住3個原則啦。咁第一個咧就係通勤方便，係決定咗你每日幸福嘅指數嘅基礎。第二個，錢係要花喺刀刃上嘅，明確你最核心嘅一個需求，唔係次要嘅嘢去投資預算。咁第三個咧就係喺當下能夠實現嘅現樓，盡量買現樓，安全踏實最重要啦。咁希望呢一條片嘅話咧，都真係能夠幫助到你嘅。咁影片嘅下方留言啦，或者係通過屏幕嘅方式聯繫到 Mia， 我哋係會根據你嘅需求啦，做1對1嘅一個詳細分析嘅。我係 Mia， 咁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好啦，聽完 Mia 頭先嘅分析，大家應該識得，如果喺中山三鄉呢邊置業嘅話咧，就要避開一啲低窪嘅、容易水浸嘅區域啦。唔知大家對於一個傳統嘅老牌港澳人士嘅屋苑中山三鄉雅居樂又認識有幾多？不過今次咧，我哋喺片尾嘅部分就想俾大家睇睇，我哋之前去拍攝咗同樣係位處於中山三鄉，亦都係呢一邊罕有地可以望到高爾夫球場景觀嘅樓盤啦，駿景峰景悅。之前呢，我哋香港呢邊嘅視帝黎耀祥咧都講過，現時佢都係住喺中山啦。咁區域上佢嗰邊叫火炬，不過重點咧就係中意起身嘅時候可以望到一個好靚嘅高爾夫球場。雖然中山三鄉咧就未必有一個好似火炬嗰邊咁靚嘅高爾夫球場，但係如果住喺呢一個駿景峰嘅話咧，一樣可以朝頭早望到一個高爾夫球練習場。雖然細啲，但係都係綠油油一片㗎。接下來嘅時間咧，我哋就俾大家聽住音樂，欣賞下呢個駿景峰裏邊嘅單位影片啦，以及係航拍影片嘅。咁大家可以睇睇三鄉呢一邊到底適唔適合你將來退休度假之用啊！